这个都是渔船刚刚回来的，都是钓的。这个手钓啊，这个是钓鱼的那个，所以这里都是大海的鱼。对。这个叫什么？长尾鸟。长尾鸟。对，长尾鸟。那里面多少？600的、500的，1公斤哦。这个也可以。拿起吗？这个叫做月白，这一只好不好？好。你买的这只鱼呀、叫做月亮的白色，月白。月白。嗯，他说很好吃。对。台斤200八，台斤200八。公斤425。这个是博主啊，帮你们做广告的。漂亮。老板，这个鱼啊，要它要多久才会这么大，才会长那么大2年。它2年啊。它属于雕类的。鲷类的啊，跟鲷鱼一样。啊，为什么我在台中的菜市场都没看过这种鱼啊？哦，这个台中那边没有，这个是在巴士海峡这种。巴士海峡才有。跟台湾海峡交界，还有那个南屿。哈哈哈！所以你们抓到这种鱼，在当地就不够卖了，不会到台中去了，就对了。也是会的，是会有台中的渔贩会来这边买啊，买回去那边卖。了解。好了吗？好了。还没买呢。OK。600块了。真的660。真的是比较便宜耶。对。嗯。买那么多。经济媲美的，对不对？2包是啊，2两。对啊。700，1公斤700。对啊。1公斤700。那个大的啊，那个小的600。5分钱啊。这个是什么？铁甲虾、脚虾。脚虾。你要有 Google 那个拍照，给它那个它就跑出来了。哎，好猛啊！我是乖了，我摇了。对，老板也很可爱。这一只是200块啊。200块阿宝，它会动，你看还在动。怎么了呢？你会戏弄它哎？怎么了呢？快点。咬你哦。 200块。啊，不要拍了吗？好。那我们跟家里有没有跟着弄？我妈妈有啊，已经有那个啊，是1个月，好比以前是1个月，然后就2个月，然后就3个月，它现在变半年一次。是啊，资料查出那边写的，看起来 OK 啊。OK 啦，啊伊爸无发信款 ，OK 不得，讲讲半年过后再看。对啊。有时候发自动寄，我们这样来。那我其实给他该给他的。系啊，啊伊老人家的是不爱一下，就这样一下。腌制品。腌哦，好好。这个腌制品总动，它跟泡面。
泡面那是吗？泡面不要吃。你要讲泡面，我妈妈泡面像诶，娱乐统一肉燥面，娱乐中渣你穷啊。不气啦，你够巴西啦。他这样皮耶，他这样皮耶，哎呀，他没有让你而已，你不要误会。我怕烧给。谢谢啦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呀？这黑红，哦，这个哦黑白哦，跟块要吗？虾排，还活的，活着的，这个肉吃起来像龙虾一样。这个很大块，它的肉很大块。特别，谢谢。阿正，我们在哪里？现在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港的传统的鱼市场，一般是下午1点以后，对，渔船捕鱼回来，而且才会这个放到这边卖。这东西都是钓的，不是渔船抓的或者是钓的，钓的，大部分不是养的，不是一样的。还蛮特别的，有这个选择，没有看过，在台中没有看过的。这是今天新鲜的鱼货，所以他这里早上来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要渔船回来之后，所以这个时间，所以1点以后， 1点以后，所以要买最新鲜的鱼，就是1点2点这个时间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大概就是到5、6点卖完了就。一定要跟在一起来，因为他们很会，很爱吃鱼一家，而且他们很会吃鱼，所以他们知道要买什么。但是不要有刺。没有那么厉害，没那么厉害，你们比较厉害，对，蛮特别的，没有看过的，而且比较便宜，对不对？比较便宜，比较便宜，对，而且我觉得这里有很多台中没有看过的，没有看过。对，很不错，很值得来这里试试看。有2公斤的吗？还没啦，哪那么快？我帮你做好不好？我可以做好了。台中我帮你做好。250块， 250块那个，对，我懂。那么多， 2公斤。哦，便宜。对。他会现在会帮你处理好呢。很甜，就是它这个都是当谢谢。当天。怎么样？ OK 吗？天哪，甜的，它叫甜虾，甜虾对甜虾对不对？好吃。谢谢。我刚刚有买一包，刚刚他那边有买。今天把它吃掉。你说这个多少钱90块， ？90块。啊，这怎么吃？就是蒸一蒸，蒸一蒸。用那个蒸一蒸就可以吃了。直接蒸就可以吃。嗯。 Son lontane di Trieste mia, me sento un gran dolor, e più che cerco di pararlo via, più mi si ingroppa il cuore. Le lacrime mi corri sopra il viso, e dico tra di me, che non esiste un altro paradiso più splendido di te. 不错。要走路这样子。味道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香。很特别。我有带进，这个100，这个300。
啊，这个250。还有这个130，我懂的，你太重了，太重，出来了。我买了些鱼肉。你也买太多鱼了吧？对啊，在这个地方，不买也不行。满了嘛？整个都满了，这个可以吃。但是还有备用的，不要担心。对。哇，这么多人！没关系，我只是要拍照片。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我们现在在干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我们在排队买奇异鱼，为什么？奇异有类。里面加鸡蛋，对不对？对，里面有鸡蛋哦，然后奇异浆在这里，奇异浆，这奇异浆，然后包蛋，对，那个是蛋，然后就是要炸。对，这炸。我们等一下买这个第一次炸的，回去我们再加工。它那边是炸好的。还有，看它这个有，看它这个怎么包。我买生的回去好不好？好。谢谢，谢谢，走。这里面它都算以斤计价。你刚才那个不一样。嗯哼。这个比较真气的。不要玩断了，不要玩断了。来看看啊，那个是要淋雨。一斤800。一只大概有1斤吗？大概300-400块，300-400，对啊，一只差不多300-400，1斤800。一只称起来差不多300-400。再来Adesso dove siamo? 我们现在在大鹏湾看夕阳。Un bel finale. 漂亮的。对啊。